加早上的崇拜，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朝见主。这是我们在今年的第2个礼拜天，让我们在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把自己来献给上帝，来做合宜清洁的器皿，来为上帝所使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教会守望，为我们的各样的事工守望，也为自己守望祷告，让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早上的时刻，美好的早晨，我们来到这里来敬拜你，朝见你，来歌颂你。主，你才是我们的王，才是我们的主。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激情的过后，在这些选举过后，我们能够有重新的、再一次的，能够将自己能够归正，来到你的面前，来调整我们的心态，让我们能够来跟随主的脚中行。谢谢主，也为今天早上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你的恩都在我们的当中，所有的人员、器械、设备，全然为主所使用。你安排我们能够在适当的位置上，能够在那里尽忠心的摆上，能够来荣耀见证主的圣名，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早上的崇拜。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66篇1到4节。全地都当向主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当对上帝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
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2024年1月份的第2个主日，我们为昨天的总统及立委选举完成而感恩，也求主祝福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和立法者，赐福台湾人民，也求主保守我们今天的主日从头到尾都顺利，开我们的耳朵，得到来自天上的信息，并且有主的看顾，日日与主同行。我们献上赞美，愿荣耀归于你。祷告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用新灵粮诗选85首，你信实何广大，我们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你心是何广大，神天父真神，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你永世不改变，满有怜悯恩，昔在今在永在神，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春夏秋冬循环，栽种又收成，日月星辰时刻循规运行，天地宇宙万物皆同作见证，诉说我主心事，慈爱永恒。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你赦免我罪愆，赐我永平安，你常与我同行，安慰福源，日日加力，更使我光明美满，你配赐我恩典丰厚无限，你心是何广大，你心是何广大，清晨复清晨，主爱日更新，我一切所需用，你都已预备，你心是何广大，现在我身。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今天的起应经文在诗篇139篇1到6节，以及13到18节，由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诗篇139篇1到6节：耶和华呀，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呀，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诗篇139篇13到18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上帝呀，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来，我们一起来。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公祷，我们来为下面的事情一起祷告。我们为中东的国家叙利亚来祷告。弟兄姐妹，叙利亚的内战已经超过了12年了，也已经造成60万人的死亡，528万人难民流窜到邻近的国家，甚至有680万人境内的居民流离失所。求主让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到生活文化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来祷告。同时，我们也为我们卫理公会中部的教区竹山卫理堂曾长生牧师来祷告，也为该教会的奉献充足，在当地能够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同时，也为我们昨天总统及立委选举完成感恩，求上帝来祝福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和立法者，赐福台湾人民。我们也为青年学子学期的结束
马上就寒假了的学习来感恩，在寒假的时候呢，能够有适当的作息规划，也求主赐智慧。最后，我们愿新的一年，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角落的纷争，都要过去。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人们要回转向神，重新找回起初爱神的心。我们一起同诵主祷文。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撒上第3章1到10节，以及林前6章12到20节。我们请蔡绵绵姐妹为我们读经。今天来。由我来为大家攻读《撒母耳记上》第3章1到10节。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亚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上帝的灯在上帝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边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儿啊，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那时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耶和华第3次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又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仍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仍睡在原处。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面3次呼唤说：“撒母耳呀，撒母耳呀！”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第2个章节是在林前第6章12到20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到它的辖制。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上帝要叫这2样都废掉。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了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上帝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
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之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章43到51节，由我来为大家攻读。约翰福音1章43到51节，有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利，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利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利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利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就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献诗，请诗班献诗。今天的诗歌是在主里的时刻。求主每天教
感谢主。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受洗典礼。今天呢，我们教会有2位儿童，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傅鹏昌弟兄的子女知燕跟鸿燕。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时刻哈，因为鹏昌弟兄26年前在我们的这个广西路那边的这个荣光堂，那个时候在那边的圣诞节的时候受洗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今天他带着一对的儿女，同样在这个时候来到主面前，这个画面多美啊！父亲能够走在前面作为榜样，带2个子女。我们将接下来的仪式交给我们蔡牧师来为我们主持。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来见证2个小朋友的受洗。那刚刚我们的这个天一兄提到26年前，那我要讲22年前，我认识这个光头佬。那他是去我们那个台南卫理堂，那时候我还是神学生，在台南卫理堂实习，然后他到教会去来当做这个工读生，在那里做这个服事。那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其实我来这边就是第一个看到认识的就是他了啊。那我对他，因为20几年前就认识他。那我第一次看到有一个像今天的经文里面讲的那一位，叫做心里没有诡诈的那一位，那个弟兄就是我们的彭昌啊。所以今天很高兴看到他带2个小朋友来到这边来领受洗礼。其实我们在看人家洗礼的时候，受洗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再一次的对自己的信仰做反省，就是我们是不是还记得那一天我们在上帝面前与上帝与众人所立的约？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来回到那个约的里面，看到我们与上帝的那个最初的那样的美好。那我要请我们的彭昌带2个小朋友到台前来哈。好，来，请你们转过来好吗？好，这个刚刚讲了光头佬就是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一位哈。这个他以前头发是很茂密的，那只是现在剪成光头了啊。好，那我们要来为他的2个小朋友来施洗。我的左手边这一位是他的女儿，是知燕，那右手边是鸿燕啊。那我相信我们当中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们都有教过他们的这2个小朋友。那同时，我们的彭昌也是我们的主日学的老师当中的一位了哈。之前是我们的老师当中的一位，他也投入在儿童的教学当中。那他曾经跟我讲说，他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成长，所以他希望能够来这个在主日学里面来教导他的孩子，跟他孩子同年纪的这些的孩子们。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父亲的心。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我常常讲说，在这个世代里面要当一个好爸爸真的是不容易了哈。所以求上帝帮助，让我们能够来支持跟看到这一位我们的弟兄，他能够来带他的2个孩子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到众人面前来见证他们的信仰啊。好，那请转过来啊。好，那等一下我应答的时候，因为小朋友还小，所以真正的应答是自己的父亲。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来问这个父亲，他对这个孩子们，他们愿意这样的来用上帝的话来教导跟带领他的孩子啊。好，所以请听圣经的话。有人带着小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却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生气，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好，所以圣经里面
已经有提到，耶稣有为小朋友按手祝福祷告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要来为我们当中的这2位我们的孩子们，让他们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能够来看到他们从小就要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无所不能的永生上帝，我们祈求你，照你无限的仁爱，看顾之燕跟鸿雁，使他们借着圣灵的帮助，信心稳固，因希望滋生喜乐，在爱中逐日成长，在正义与真理上深深扎根，使他们长大成人，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好公民，在教会里成为主的好儿女，荣耀天父上帝的圣名。这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那我要来问我们的这个彭昌弟兄啊。好，彭昌，你既然带着孩子前来领受基督的洗礼，使他们归入主的教会，接受基督的牧养，就当知道你的本分，就是当孩子逐渐成长的时候，教导他明白奉献和受洗的意义，向他讲解圣经的故事和真理，带领他进入教会的团契，如主日学、青少年团契和主日礼拜的活动中，使他们遵行圣经的教导，发展完美的人格，得上帝和众人的喜爱。现在彭昌，你也要在信心、爱心与生活上做你儿女的好榜样，使他们效法你，凡事敬爱上帝，服侍我主耶稣基督。好，现在我要来问彭昌哈，你是否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靠主的帮助，自己也竭尽所能，尽这一切的本分呢？好，各位，我们听到一个父亲的这样的回答哈。好，那我们就要来为他的2个孩子来逐一为他们来施洗。我们先来帮之燕哈。不要怕，不要怕，只是水而已啊！而且还是温的哦。父之燕，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将你奉献给上帝，为你施洗。阿门。好，来，还有鸿雁哈。父鸿雁，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将你奉献给主，为你施洗。阿门。弟兄姐妹，我们已经为2个孩子施洗，也看到父亲的一个心，他愿意来带领这个他的孩子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如果我们愿意常常为他们守望祷告，那么请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能够常常纪念这个家庭，为他们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今天你卑微的仆人奉的名为这2个可爱的小朋友施行水的洗礼，但愿圣灵的恩膏也同时降临在他们的心里面，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富跟成长，使他们就像主耶稣一样，智慧深亮，并上帝和人喜爱他们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都是靠我主耶稣基督求的，阿们。好，请你们转过来哈。好，我们常常会有这些弟兄姐妹为你关心祷告希望你们能够你们的家庭能够更加的蒙恩好，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请执事会主席来送我们的这个小朋友的受洗的证书好，好，职业。好，等一下，还有礼物哦，好，这个是师母的资证。好，
我们的教育部长要送给我们的家长这个一本这个重要的这个手册哈，要给我们的家长。好，来，请回座，谢谢。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在教育上面哈，能够有更多的进步跟成长，让孩子们智慧身量都一起成长。这样，谢谢。感谢主啊，这是我们教会最希望看到的景象。接下来，以下的时间交由我们的主任牧师蔡伟文来为我们证道、传讲神的话语。今天的讲台主题是“你遇见了吗？”蔡牧师，请。弟兄姐妹，我们昨天也许大家经历了一场非常激情的一个时段，也许你有投票去选中了，或者是你可能选的人没有选上。无论我们有选上或是没有选上，我们心目中的那一位希望能够当选那个中华民国总统的这一位，但是我们求上帝帮助，让我们看到这些的选择都是重要的，而且也是好的。包括我们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在做选择。各位知道在西元400多年左右，有一位很有名的教父，这个教父叫做奥古斯丁。这个奥古斯丁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天上的国》。好，那所以我们其实有天上的国跟地上的国，我们也在做这个选择。你要活在天上的国里，或是你要在地上的国里面。所谓的地上的国，不是指着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生活圈里面，不是，而是活在那个罪恶，或者是活在那个用世界的方式来处理事情的那样的生活，还是你要活在属天的国度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也做出每天要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你要活在属天的上帝国度里，还是你要活在这个地上，按照世界的方式来走？愿上帝带领我们，基督徒我们应当过圣洁的生活，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所喜悦。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那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其实跳了一章哈，其实我本来要先讲这个。好，各位知道这个是在瑞典那边的街角上有一个角落，它那上面挂了很多的大衣。那它上面写了一段话，他说：你要是冷的话，你就拿一件；但是你要帮助别人的话，你就挂一件在这个上面。好，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是认为说，等到我有钱了，等到我有富有的时候，我再去买一些东西，或是我再去送一些东西，或者我捐一些东西来给需要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爱心，有时候我们想要去关心一些穷人，或是我们想要关心一些需要的人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期盼。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就可以，就是自己有的分给人。所以当我们有什么，我们就给予什么，这才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不见得你要等到你赚了大钱，不见得你要有很多的这个财宝之后，你要这样才可以去捐款去帮助贫穷的人，而是我们能够拥有什么，我们就去与人做分享。好，所以这个国家里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有一个很好的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有多余的，我们可以给出去分给人。那同样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要记得这是别人给我的白白的恩典。所以马太福音10章8节说：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白白得来的时候，也让我们学习能够白白的舍去，为别人来付出。当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也成为给恩典的人。愿上帝来带领我们。好，所以各位知道我们卫理公会，我们叫 Methodist， 我们有个 M 在我们的前面哈 ，Methodist 就是方法的意思。好，所以牧师今天一开始先跟大家做一点勉励，就是我们在2024年期待我们管理4个 M。
什么叫4个 M？ 第一个叫做 mouth， 就是管理你的嘴巴；第二个叫做 money， 管理你的金钱；第三个叫做 mind， 管理你的思考；第四个叫做 mood， 管理你的情绪。好，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年当中学习有4个东西，有4个 M 是我们可以去管理的，做一个好的管理，可以管理我们的嘴，可以管理我们的金钱，可以管理我们的思考，可以管理我们的情绪，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年当中，我们能够这4样东西是能够被管的，而不是它失控的。失控的意思就是我管不了它，或是我没有办法去控制它。各位，我们很多时候常常讲自由，自由，自由好像是没得管，或是不能够被管，或是我可以奔放，可以不用被受约束。但是各位知道，其实真正的自由是，当我要约束的时候，我也可以约束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去管理我们的这个嘴，我们的这个钱，管理我们的思考，管理我们的情绪。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让我们的4个 M 可以在今年当中可以做好的管理。好，所以我们今天开始的这个经文里面，给我们讲到有一个人，他好像去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作，但是牧师要先跟大家说明的就是，很多时候福音我们常常讲的太模糊，以至于我们好像常常让人家不知道福音是什么。好，所以提姆凯勒这个牧师他这样讲，他说福音不仅是进入上帝国的方式，而且是上帝国的生活方式，也是基督改变人、教会和群体的方式。因此不是只有未信者需要福音，而是我们信的人，我们也需要福音。所以不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不需要福音了，其实不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每个时刻我们也需要福音，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需要福音。那个福音就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时刻都需要这个福音。所以福音不是只有信耶稣的那一刻或是受洗的那一刻才需要福音，而是我们时刻都需要福音。所以耶稣讲的福音不是上天堂的福音，而是上帝国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上天堂的福音跟上帝国的福音差别在什么地方？知道吗？上天堂的福音就是很多人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包括牧师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告诉大家说当你信耶稣受洗之后，我们就有进天堂的门票。这个叫什么？这叫上天堂的福音。好，可是各位知道上帝国的福音是什么？上帝国的意思是上帝掌权在人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说要管理4个 M， 还记得吗？管理你的嘴巴，管理你的金钱，管理你的思考，管理你的心。求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这4个 M 没有被上帝来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是活在上帝国的福音里。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如果你在上帝国的里面，就是你这4个 M 就应当是被上帝来管理的，而不是自己来管理它。所以刚刚讲了，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自己在管理，而不是让上帝来管理。让上帝管理才是在上帝国里面，不在上帝管理的当中，就是不在上帝国的里面。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上帝国的里面。我们的信仰不是只要上天堂，而是要进入上帝的国里面。所以谁需要福音？不是只有这些叫做特种行业的人，不是只有这些犯罪的人，或是这些的吸毒的人，或者是同性恋的人，不是这些人，而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福音。包括很多人不知道，其实上面写的都很真实。很多人以为说好像牧师都很完美，其实没有，牧师也是罪人。然后包括还没有重生、真正重生、了解重生的基督徒，还有包括自以为义的。所谓自以为义，就是以为我自己所做的都是对的。这些人，我们都需要福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被上帝管理，才是在上帝国里面。当我们失控不被上帝管的时候，就不是在上帝国的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被主来管理，能够让圣灵管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所出口的、所行的，都在圣灵的管理的当中。
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有一段的话，就是这个腓利去找到他的朋友，这个人叫做拿但业。各位，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传福音的行动，因为在这个之前也有一段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叫做安德烈去找他的哥哥传福音给他的哥哥，带他信耶稣了。然后结果这个腓利他也去找他的最好的朋友，找到这个拿但业要传福音给他。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告诉大家传福音的这件事情，而是要让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拿但业需要福音。我们来看一下4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5节，一起念来。腓利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腓利讲的福音好不好？好啊，各位知道他有根有据的，他的根据在哪里？有没有注意到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还有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有没有？各位知道律法跟先知代表什么？圣经啊！各位，以前耶稣的时代没有新约圣经，因为耶稣还没有升天，他的门徒还没写嘛，对不对？各位知道这个摩西的律法跟先知指的是什么？圣经里面讲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哇，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遇见了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位，你会不会觉得高兴？当然高兴。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后面那一句是什么吗？关键在后面这一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遇见了这什么人？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腓利他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够不够清楚？只有一点点而已嘛，对不对？他对耶稣的认识，知道这个是这个众先知圣经讲的那一位。可是他认识的是谁？是叫做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可以到这个程度已经不错了。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讲，这个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就是我们期盼的那一位。但是对腓利来讲，他还没有认识真正的耶稣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我还没有这个懂很多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传福音。其实不是的，我们虽然还没有懂很多，但是至少我们能够让人来认识耶稣是谁，就我们所知道的耶稣，我们来介绍给人家。所以，不见得你要有高言大志，你不见得要有很多圣经知识，但是你要知道你要传的福音是谁，让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要做一个植物的介绍，这个叫做无花果树，知道吗？上个礼拜一我回我的老家，我们家有种一棵这个东西，然后我采了一颗回家，因为从来没有吃过、看过那个真的活的那个无花果树，好，所以我就摘了一颗回家。不过我摘的是错了，应该是要等到它红了才可以吃的。我拿的是一个绿色的青的，拿了回到家里面。我期待它可以变红，但我不晓得可不可以，因为这个要问植物专家了哈，因为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放了，就像香蕉一样，放了之后就会变熟了，不知道。但是至少各位知道无花果树它代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各位知道我们的这个国花叫什么？知道吗？梅花，对不对？好，各位知道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有国树，好，什么叫国树？知道吗？他们的国树就是不是果树哈，国树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无花果，好，就是在他们的国家里面有很多这个无花果树。那这个通常是种在哪里？如果家里面有田的话，有种地的话，通常种在家里面的这个园子里面，然后人可以在那个树下面去乘凉，然后摘树上的果子来吃。这个时候要问大家，各位有听过有一个人叫牛顿，知道吗？他常常坐在什么树下？知道吗？苹果树下，对不对？好，你要把它想象那个，就是这个拿但业，他是坐在哪里？他是坐在无花果树底下。那做什么？他在那里思考。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好的朋友不是只有把你带到教会去，其实最好的朋友要把你带到哪里去？带到耶稣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只传了一半。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跟人家介绍福音说你来教会就好了，来教会来认识耶稣。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来教会的目的是要遇见耶稣，
而不是只是要遇见其他的人，也不是要来遇见牧师，也不是要来遇见哪一个老师，要遇见的是遇见耶稣。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只有就是我们常常传福音只有传了一半，我们把人带到了教会里面，然后就放了他，然后就让他自生自灭，或是让他自己成长，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就像腓利把拿但业带到耶稣面前一样。所以如果你只想把人带领上天堂，而不是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悔改的话，那么我们不是在领人归主，也不是在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传福音是让人遇见神，而不是只有遇见教会里面的设备设施很好，或是我们的这个诗班很强，或是我们的小组很好，不是只有这个，而是让人能够在这里能够来遇见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讲到这个已经20年了，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事情。各位知道，其实彭昌，刚刚我们讲彭昌，他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刺激。为什么？因为20年前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让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对卫理公会这样的评语。想要听一下他的评语是什么，知道吗？我不晓得彭昌有没有在哈，但是20年前，你看我还记得他讲过的话。20年前他讲过什么？他说卫理公会叫做冷气强，信息弱。听得懂意思吗？冷气强，信息弱，意思是什么？我们的设备很好啊，哎呀，我们的这个环境很好，但是我们的信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搞错方向了。我们其实不是要让礼拜堂更美，而是让我们的什么？让我们的福音更能够有力的传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不是要把人带到牧师面前，要跟大家先讲清楚这个。很多人以为说把人带到牧师面前，不是的，因为牧师没有办法去救人，只有上帝有办法救人。所以如果信息不是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那是很可惜的。信息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不是带到牧师的面前，不是带到礼拜堂的里面，而是让人要遇见耶稣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拿但业他怎么样来回应他的这个朋友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邀请。我们来看一下46节，一起念来。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利说：“你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腓利也是一个直人，知道直人是什么？很直接的。你看他没有办法去讲什么的话，他会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你来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让他看到耶稣。还记得牧师常常讲的吗？人能够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人能不能从你身上看到耶稣？好，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这一句话为什么到后来我们会看到耶稣称赞这个拿但业？为什么耶稣称赞他说他是心里没有诡诈的？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各位知道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其实这句话相当的伤人，也相当的刺人。为什么？因为拿撒勒其实在当时的以色列地的地方，不是一个繁荣的地区，它几乎等于像是一个小乡镇一样，或是一个没落的城市。我的老家在台南，各位知道，我们在台南有一句顺口溜，是台语的顺口溜，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有一句话叫做“喝茶无老贵安平港”，听得懂意思吗？安平港是什么地方？知道吗？以前早期是安平港是这个登陆上来的地方，那个从唐山过台湾，然后登陆几乎都是从安平上来的。但是当安平港淤积之后，安平港就渐渐的没落了，所以以后大的船进不了这个安平的地方，所以叫喝茶无老贵安平港，意思就是好东西不会从安平进来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已经没落了。所以拿撒勒就像这个城市一样，它已经是没有人会去注意的，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 somebody， 他几乎就是一个 nobody 了，他是没有什么样有好东西可以在这里面。这个人讲话很直，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耶稣，等一下怎么样称赞他。
如果人没有真正了解自己，能够了解自己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的话，那么人实在是没有办法能够认清真实的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做一个表面的基督徒，或是我们表面做一个客气的人，然而心里却不是这样。各位，我不晓得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或是邀请人来到教会，或是邀请人信耶稣的时候，会，我会去。结果呢，有来吗？没有。我会到，有没有来？没有。这个叫什么？讲的跟这个做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诡诈的意思是什么？诡诈的意思也是这样，我们讲的跟心里所说的是不一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我们邀请的朋友也像这样我会去。可是事实上他会来吗？不会来。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信仰也很诡诈。听得懂牧师在讲什么吗？我们的信仰很诡诈。有时候牧师要邀请服侍的时候我会服侍。可是有没有服侍？没有。有时候我们也常常会做这种叫诡诈的事情，就是什么我会做。事实上我们有没有做？没有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一个诡诈的人？是不是一个诡诈的基督徒？我们其实需要心里能够认识自己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怎么称赞这个人。4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47节，一起念来。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没有诡诈的人。我们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是一致的。可是各位知道，其实牧师要讲这个话也很困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就会发现要做这样的人真是相当的困难。因为我们为了不要去伤害别人，我们为了不要让别人觉得我们不好相处，但是我们常常就是做一个心口不一的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我蛮喜欢有一个艺人，他讲这个话，我到现在我都还记得。我蛮喜欢用他的话来形容这样的事情。他说：“我是好相处，但不是没有脾气。”听得懂意思吗？我好相处，但不是没脾气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叫做不会发脾气，我们也许也会有一些生气的时候，但是我们不是成为一个不好相处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好相处的人，但不是叫做没有脾气的。所以真以色列人他是什么？他是没有诡诈的人。好，所以上帝衡量人的行为的时候，他同时衡量人的心，他晓得人的心的意念是什么，他知道人心中所思想的是什么。所以耶稣不是只有给答案，各位知道，其实耶稣不是只有给答案，耶稣还另外丢了问题出来。他要问什么？他要问这个拿但业，你真正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不仅是给我们人生的解答，他也要给我们更好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耶稣问了拿但业什么样的问题？48节，我们先来念一下48节，一起念来。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刚刚牧师讲的吗？为什么他们以色列人要常常在无花果树底下，知道吗？在那里思考，在那里敬拜，在那里读经，在那里思想上帝的话。所以其实拿但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真正追求真理、寻道的人。他是一个寻求真理跟真道的人，所以他常常在树下，在那里，也许被无花果砸到了，但是他仍然在那里想要领悟出圣经里面所讲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然而耶稣却告诉他说：“腓力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看到拿但业他是一个心里没有诡诈的人。圣经里面，我们刚刚的经文里面读到什么？拿但业后来一个很明确的信仰的宣告，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看经文的话，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曾经有一个人在耶稣给他们期中考试的时候，就已经回答了这个答案。各位知道有一个班长叫彼得，知道吗？彼得在考试的时候，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对不对？可是，在彼得之前，早就已经有人讲出这个答案了。这个人是谁？拿但业。亲爱的弟兄姐妹，拿但业在很早以前他就已经讲出这个答案，他说：“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所以，对神和基督的忠心会成为我们今生信实待人的基础。他是一个真的寻找到真道，而且真的去行道的人。他了解他所遇见的是谁。亲爱的弟兄姐妹，拿但业知道他遇见了谁。所以我们来看一下51节的地方。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场景，各位，新约跟旧约可以常常串起来的。我们来看一下51节，一起念来。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做梦的时候也看到这个场景，知道吗？这个我们以后这个成人主日学要多上一下哈，这个广告一下，希望大家可以以后多上我们的成人主日学。有一个人他在做梦的时候也梦到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那个梯子上，各位知道是谁知道吗？雅各。好，各位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雅各，这个人他在逃亡的路上的时候，他在那里睡觉的时候，他也看到了什么？他也梦到什么？他梦到上帝的使者在天梯上面上去跟下来。所以当这个雅各当他醒的时候，他说这里是上帝的家，所以他以后他立了一个柱子在那个地方，他说以后我要在这边回来盖圣殿。但是其实后来他没有回来盖圣殿，但是他梦见的地方是什么？他梦见的地方是人跟上帝的一个连接的地方。意思是什么？在那里他遇见神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这里告诉拿但业什么？他说：“你遇见我，就是遇见上帝了。”雅各在那个地方遇见上帝，拿但业也在无花果树底下思考上帝的时候，上帝主动来找他，耶稣来找他，告诉他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你的心里面没有诡诈，你要看见那个更大的事，就是所期盼的那一位弥赛亚就已经在你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有没有遇见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位真实的弥赛亚，而不是我们只是这个叫做信一信而已我只是接受这个信仰，接受这个知识，但是我有没有看到那一位有天使在他身上上去下来的那一位，有圣灵充满的那一位，有圣灵在管理的那一位？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遇见耶稣，能够让我们的生命也被上帝的灵来管理，有上帝的灵在我们的身上来管理我们的生命。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遇见耶稣，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圣经里面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如果没有遇见真光，我们都在黑暗的里面。好，所以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腓利他认识耶稣，他非常的高兴，所以他马上去找到了拿但业。所以人生当中最大的喜乐是认识耶稣，第二大的喜乐就是使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不是只有我们认识耶稣，希望我们也可以带领人来认识耶稣，那才是我们最大的喜乐。所以只有耶稣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如果不在耶稣里，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所以过去有一个有名的一个医生叫做巴斯卡，这个法国的医生，他曾经这样做一个信仰的一个宣达。他说什么？他说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空缺，唯有上帝自己才能填满这个空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世上找不到真正的满足，那么是因为你没有找到耶稣。如果你找到耶稣，那么你的心就应当是能够得以满足的，因为耶稣才能满足你真正的需要。拿但业真正的需要在耶稣里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第二个，我们看到遇见耶稣才能与天父上帝做真实的连结，因为耶稣就是那条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透过耶稣，我们找不到那条路。如果你要靠你的老师，你要靠牧师，你要靠其他的人，你找不到那条路，因为唯有透过耶稣，你才能够真实与父连结。所以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里面，在开始的时候，第1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找到那个真道在你的心里面？我常常用孔子讲的那段话来形容。孔子说什么？朝闻道，
细死可以，就是我早上能够听到真道的话，我就算今天晚上我就要走了，我都觉得没有缺憾。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有没有成为你的满足？即使你今天，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时间到什么地方，我不晓得我们的明日会不会在。当然，我们有很多人讲说，明天跟这个灾难什么时候会先到，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即使今天我们可能要面对一些的死亡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仍然心里面没有害怕，因为真道在我们的里面。所以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没有透过耶稣，没有办法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第三个，遇见耶稣，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是谁。所以如果没有遇见耶稣，有时候我们可能思考圣经，我们想圣经里面想很多东西内容，或是我们听了很多的讲道跟教导，但是还是没有遇见这个真理的话，那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把钥匙。所以耶稣基督才是整本圣经的钥匙。所以你开不了这个门的时候，就是你需要耶稣这把钥匙。透过耶稣，我们才能够开启圣经当中所对我们说的一切，因为耶稣就是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基督里，能够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这样的满足。好，所以我们最后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约翰福音6章3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段圣经，一起念来。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绝不饥饿，信他的人永不干渴。耶稣说什么？他说他是生命的粮，信我的必定不饿，喝了必永远不渴。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心里面很干渴，那么让我们回到耶稣的里面来。不回到耶稣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近生命的粮、生命的水。来到耶稣里，我们就有生命的粮、生命的水。耶稣说：“喝我所赐的水，就能够永到永生，不是会再渴的，是永到永生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需要遇见耶稣。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年当中，让我们更多遇见你，更多认识你，更多享受你。愿你让我们更多了解你，更多知道你。唯有透过你，我们才能够到父那里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有天父，有美好的连结，让圣经里面所说的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蔡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很清楚的能够知道，盼望弟兄姐妹，不要我们只是停留在只会使用 3M 的产品，而是能够 upgrade 上去，变成我们能够掌控我们的4个 M、4M。同时呢，让我们这一生在遇见耶稣之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不要只是取得上天堂的门票，却只坐在天国的观众席里，让我们真正能够住在上帝的国里面。感谢主，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用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今天的回应诗歌在新灵粮诗选262首，莫把我弃掉。恳求救主格外垂怜，倾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蒙主恩召，莫把我弃掉。救主，救主，倾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蒙主恩召，莫把我弃掉。让我进到恩主座前，永远不相离。一心仰望恳求怜悯，笃信而不疑。救
人蒙主恩召，莫把我弃掉。只有依靠救赎功劳，才敢寻主面，心灵悲伤求主医治，献出大恩典。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蒙主恩召，莫把我弃掉。救主使我平安更远，比生命更茂。天上地下处处意外，不别名可靠。救主，救主，请听我祷告。既有别人蒙主恩召，莫把我弃掉。请坐。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奉献，也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如果对奉献的意义不了解的，就安静的让奉献袋经过你的面前。我们请诗献的同工来到前面。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父，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主，你是至高至大万有之首，所有的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跟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现在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来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求你悦纳。同时也求你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才智，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叫教会能够得着造就，福音可以兴旺。求主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求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请坐。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完第一次之后，我们可以彼此起立，拱手问安。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的灵。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洁净，因着耶稣如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享主爱的节，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让我们彼此拱手问安。好，请弟兄姐妹回到座位上。下面我们有一些报告事项。第一点，本周的台语堂跟华语堂，我们都恢复正常的时间聚会。那也欢迎弟兄姐妹分堂的需要来参加聚会跟崇拜。教会在2024年1月份的执事会会在我们今天的主日之后召开，也请执事同工在主日之后留步参加。那本周日呢，我们刚刚才举行的儿童洗礼，有傅红燕跟傅之燕2位小朋友，那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个家庭特别的关心，并持续的代祷。下个星期的主日华语堂，我们会邀请高雄卫理堂的王俊杰传道来跟我们分享信息，也请为王俊杰传道前来分享祷告。第4点，我们的实习生神学生陈淑妍传道，在12号前天呢，回到印尼，那预计会在印尼大概他的家这边会停留差不多1个月，寒假期间呢回到印尼去探亲了。那也请为我们的传道人出入的平安，还有跟亲人的相聚代祷。我们教会最近开始要储备儿主的师资，也储备青少年的辅导。欢迎对儿童以及青少年宗教教育以及生命教育有负担的弟兄姐妹报名参与。那教会我们会预备师资培训的课程。也欢迎向教会办公室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执事、茂林执事来报名。这个部分我们现在非常缺乏人力，也请有负担、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与哦。第6点，第61届的南区会友领袖以及牧职座谈会将于2024年的1月20日星期六在高雄卫理堂举行。我们教会会由牧师还有执事会主席会有代表来参加，也请为同工代表教会提供好的建议来代劳。第7点，
教会将于1月21日主日之后会安排有招待以及施献的同工训练，欢迎已经参与服事，或者是你愿意了解相关的这些事工侍奉的弟兄姐妹参加。第8点，本堂2024年度的目标，我们整个教会的目标会定为牧养家庭，建立祭坛。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教会在2024年新的目标来祷告。第9，教会探宣团将在2024年的3月11日到13日，一共3天，到金门去探访旅游，也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参加。现在目前还有4个名额，也报名的话，请向我们的邵文弟兄或者是我们教会的办公室来洽询。第10，卫理神学院的衍生班将于下学期的3月1号每周5晚上7点到9点，我们会开諮商辅导的课程。这一次这个课程是以助人技巧以及协谈，原则是以圣经的辅导实践应用。也欢迎弟兄姐妹报名并关心祷告。课程的消息已经张贴在1楼的布告栏，请自行的前往参阅。那也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使用转账或汇款的方式奉献到教会的账号，请务必要告知奉献者的姓名，还有汇款的账号后面的式码给办公室来了解，这样子我们在对账的时候才有办法来做入账。同时也为我们整个教会的复兴跟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在周4晚的时候可以来参加实体的祷告会、查经祷告会，让我们一起来为所关心的事情、教会所有的事情事项来祷告。同时呢，最近这个冬季气候早晚的温差很大，常常有寒流低温，也请所有弟兄姐妹注意保暖。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新冠、流感、肠病毒，甚至是梅浆菌等等的病菌，最近还是相当的流行，不可轻忽。那同时，像这个登革热的疫情，也造成部分地区的扩散，也请弟兄姐妹外出的时候多注意自身的防护，并且为确诊者还有弟兄姐妹的身体的治疗以及复原祷告。那下面这边有蛮多的这些弟兄姐妹，因为刚好这个冬季那身体不适的部分我就不一一的来这个边报告，也请弟兄姐妹为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周报上面所列印出来的呢，为他们来祷告。好，请我们弟兄姐妹起立，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请伟文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让我们在2024年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有机会来与耶稣有美好的见面，让我们能够遇见耶稣，享受耶稣，得着耶稣。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我们在订阅中结束今天的主日崇拜。在订阅中，也请大家为
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诸项事工来代祷。周报上面的信息默想也请大家参阅。同时，如果有在病痛中或是忧伤中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电，或是来找牧师，牧师会为大家祷告。